我哋係16:17係金灣華發商都出發，前往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，全程30公里，需時大約26分鐘。途經金宏路、金帆隧道、紅磡大橋、加林山隧道、拱北隧道、珠三角環線高速等。駛出停車場後，右轉。再右轉入金宏路，靠右直駛。右轉入金帆路，靠右直駛。再右轉入金鑫路後，靠左直駛。再左轉入金河東路後，靠右直駛。過咗第一個燈位後，靠右直駛。過咗第二個燈位後，右轉入金灣路後，靠左駛。再左轉入紅磡大橋，途經金灣東 A 收費站。往香港方向直駛。
過鶴洲收費站。經過紅鶴大橋。繼續往香港方向行駛。往港珠澳大橋方向行駛。途經嘉林山隧道。出嘉林山隧道後，行中線往珠海公路口岸香港方向行駛。
進入拱北隧道。駛出拱北隧道後，靠右線或中線前往口岸排隊過關。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